踏入呢個100尺嘅精裝單位，住咗雪玲、婆婆同囡囡3代人，每處空間都擺滿物品，連上格床都唔放過。瞓覺就唔舒服啦，瞓覺拉開張梳化打橫咁瞓咯，一齊咁瞓咯。衣服係最頭痛，攞嘅時候擒上去，從箱底翻到箱面，翻到箱底。屋企每一寸空間都俾雜物佔據，雪玲渴望改變，能夠改善家人生活。希望有個舒適個瞓覺個咯，可以騰出好多空間俾囡囡同埋婆婆。為咗改善居住環境，雪玲參加市建局學建關愛義務工作計劃，升級再造家居活動。服務第一部分由義工上門提供執屋服務，並教授受惠家庭家居整理技巧。執起嚟有騰出啲空間，覺得家屋大翻啲，好開心佢哋幫我執得咁好，執開咗心都舒服啲咯。最滿意啊呢啲衣服咯，執得整齊，揾衣服可以好方便啲咯。喺執屋義工嘅協助下，雪玲唔止學識收納同分類物品，仲整理好上格床、床底同廚房，騰出更多空間。整理好屋企咧，其實係令到我哋咧係對呢個屋企係更加有歸屬感啦，唔係淨係一個瞓覺嘅空間啦，其實係一個屋企，係俾自己同屋企人係一個有凝聚力嘅地方。除咗有執屋義工上門為雪玲整理家居，原來仲有一班嚟自香港大學建築系學生、市建局同事組成嘅義工隊，為佢度身訂造升級再造環保家具，增加收納空間。咁我哋呢件家私咧就係叫做一個 4-in-1 嘅 furniture set。咁首先就係有一個櫃，咁就攞嚟裝衫。咁第二個就係有一張台。咁第三個就係有一個車仔。咁第四個咧就係喺上面有一個書台，滿足到佢哋需要嘅嘢。考慮到嫲嫲嘅年紀咧會越嚟越大啦，腰骨啊手都好難可以做到好多推動啊。而個女咧可能即係佢升小學，佢買嘅用嘅空間啊，所有嘢咧都會越嚟越多啦。咁所以我哋會從呢方面去着手。阿女擺書啊，多咗好多位，又多咗個寫字台咯。收納車佢可以收啲零食啊、調味料啊。婆婆方便咗，呢個大面積都好滿意，全個計咁。多謝你哋。經過半年嘅整理，雪玲嘅屋企變得更井井有條。囡囡唔單止多咗收納同學習空間，雪玲仲可以瞓返喺上格床，婆孫3代亦唔使再逼喺一張床，終於有覺好瞓。雪玲同我哋提翻話，妹妹以後我自己攞衫得啦，企理好多啦，同埋可以騰出一個小嘅空間咧，俾佢哋食飯，個感覺係鬆動咗一啲咯。對我嚟講都幾有滿足感咯，係。開心好滿意，多謝晒啲義工咁辛苦晒咯。今晚有個好覺瞓。